后来这个疫情解封了后，去爬山的人是加真多，一寡山屋甲营地，逐工拢满床，所以有袂少的民众规期选择到单工，也就是东港来回。雪霸国家公园的统计，今年去爬雪山，一工来回的人比旧年加出3倍。问题是，一工来回爱真用体力，加上山顶的天气无稳定，真侪登山客回无路，所以请求救援的案件嘛加真多。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忍耐一下哦。爬雪山所受到伤，救援人员用碳加软桥加放落山。疫情解封后，有真侪人去爬山，因为山顶的厝无多住遐侪人，无多留着村位山友就归去一工往回，因为山顶的天气无稳定，时常互人找无路。假如说12点钟没到神九山庄的话，就请你不要再往上爬，你爬时间来不及。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。雪霸国家公园统计，2019年爬雪山主峰一工往回有1278人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819个人，比去年加出将近3倍，因为通报救人的案件数嘛增加。今天一条是水山主东峰的路线，一条是5049的路线哦。那这条路线都没有所谓的人数管制的一个总量管制哦。今嘛网络发达，时常有网友组团去爬山，因为互相拢无熟悉，嘛无了解体能的状况。若是脱队变孤鸟，也是发生意外，时常都要落水当场去救人。管理处呼吁民众爬山前要考虑本身的体能，并且收集登山的资讯，装备要穿到齐全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忍耐一下哦。